好嘞，愛轉木卡嘞，中好嘞，愛轉木卡嘞。这句话就是放学了，要回家喽。等等啦，阿迪古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家？我跟叽里呱啦经理本来约你去打篮球哎。打篮球哦。可是我今天有很多魔法作业，我想说要回去练习耶。我们周末再约出来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可以去吃好吃的蛋糕。嘿，这个不错，或是可以去听音乐会啊。不要啦，跟我和懒羊精灵一起去打篮球啦，很好玩的哎。我觉得我们周末再决定啦，因为你们自己抬头看，容易嘞，英勇赶散。容易嘞，英勇赶散。就是下雨了要怎么办？真的耶，感觉等一下会下很大的雨哦。阿迪古，你没有带伞吗？没有，上个礼拜不是台风来吗？然后我的雨伞就被那一阵大风给吹破了，我就没有买新的雨伞。记挂啦，阿迪古，那你等一下出去吼，一定会淋成落汤鸡的哎！我才不要淋成落汤鸡嘞！那你们有没有多带一支雨伞啊？在做的加矮毛，在做的加矮毛。还有就是雨伞可不可以借我啊？有没有？我好像只有一把雨伞哎。我也只有一把。我也只有带一把。不是吧？我是还有一件雨衣啦，所以我的雨伞可以借你哦，你等我找一下哈。天使，没有啦，有。那阿弟哥，叽里呱啦！哎，那一把雨伞不是我们上次学那个缩小魔法变小的那一只吗？怎么没变回来？忘记变回来了啦，借你啦，遮一下嘛。我觉得啊，我们5个人的感情那么好，那我们在这绵绵信之中，肩并着肩，一起漫步在雨中，多浪漫啊！哎，怎么都不见了？懒羊羊经理，原来只有你等我，还是你跟我最好了？对呀，我们一起走吧，走。阿迪古，可是我家在那边呢。中學嘞，愛轉木卡嘞，意思就是放学了，要回家了。落雨嘞，愛用傘伞，意思就是下雨了要怎么办？在做的加矮毛，意思就是雨伞可以借我吗？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啊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看一楼摩梯，都是大大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枪上加转无卡，洒洒上攀法，空都无烟哈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太乙请好功法，风枪的呀拍呀，海陆红全黑茶，水彩来拍嘴，看看吧吧吧，有人做的是一，也是彩金神鱼，给路头大洞洞才是在发。都是大大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枪上加转无卡，洒洒上攀法，空都无烟哈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太乙请好功法，
风枪的鸟爬呀，海陆红圈黑茶，水草的来排水，看看吧吧吧，有人做的是伊，那是茶金是伊，一路头大东都茶水在发，风枪的鸟爬呀，海陆红圈黑茶，水草的来排水，看看吧吧吧，有人做的是伊，那是茶金是伊，一路头大东都茶水在发。我见到阿爸，我当上阿妹，踢踢踏，踢踢踏，笑哈哈笑水花，我看到阿爸，见到我阿妹，枪给发，风给发，数天数真不卡。